宋首府，抱歉，我瞧不出小姐是什么病。什么？你堂堂九甲医院教授，连我女儿什么病都看不出来？惭愧，老夫穷尽所学，确实不知端倪。真是废物！我每年给你们九甲医院100亿经费，你们竟然连个病都看不出来！滚，赶紧给我滚！管家，给我找的名医呢？要是救不活我女儿，我让你们都偿命！夫人息怒，我跟大小姐和二小姐都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动用全球势力寻找名医。两位小姐回来了。小妹怎么了？昏迷3天3夜不醒，来过300个专家都束手无策。什么专家教授，连个病都看不好，看老夫出手，药到病除。老二，他是妈，他是我动用整个金融圈力量才请来的东方医神。什么？他就是传说中的东方医神？那金雪有救了？咦，奇了，经脉平静，压根儿看不出什么病。看来你们东方医神不够浪得虚名，还是让我来吧。老大，他是……哦，妈，他是我动用了整个海外关系才请来的西方医魔。什么？他就是闭着眼都能治病救人的西方医魔？太好了，金雪肯定有救了！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有我看不出的病？怎么了，医魔大人？我居然看不出他什么病我居然看不出他什么病医魔大人，你怎么了？毁了，我这一生都毁了。行医30年，站在医学之巅，竟然连病都看不出来。这下怎么办？我女儿怎么办？她这如花似玉的年纪，难道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吗？求求你们，还有谁能救我女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哦，我想起了一个人，如果我都不能救，天下恐怕只有他可以了。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戴着一张面具。西欧国王曾花1万亿请他出手，治好了公主的癫痫，潇洒离去。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只是东方大国的一名普通人。什么？普通人？怎么，医神大人你认识？对，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为彩灵芝掉下悬崖，粉身碎骨不能动，就是他治好了我。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普通人。这个普通人这么厉害，到底在哪儿？赶紧给我去找，不惜一切也要找到他。夫人，我老家有个大夫很厉害，治好过我的癌症，不知道是不是他？是吗？在哪儿？云海市玄湖村唐记药铺的老板。行，死马当做活马医，我带金雪亲自上门求医，立刻安排专机出发。是。什么？无人火箭安装完成了？那传我命令，立刻发射！太好了！继无人机之后，我们终于研发出自己的无人航空火箭了！太好了！继无人机之后，我们终于研发出自己的无人航空火箭了！真是太好了！什么？金融海啸来袭？别急，立刻启动牛市计划，先拉3个涨停。张天后现场耍大牌，别惯着，马上给我全娱乐圈封杀！唐先生，您看我这么处理行吗？要我说啊，王婆、张老、赵老、陈老，你们都是领域翘楚、掌舵教父，在我这小地方打杂太屈才了。要不你们还是回去吧。唐先生哪里话，是你救了我们的命，能为你效犬马之劳是我们的荣幸，何谈屈才？就是，唐先生悬壶济世，高风亮节，创立这悬壶村，村中皆是大能。唐先生能容纳我们在这里，已是莫大荣幸。好吧，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把悬壶村济世救人的精神发扬光大下去。把小姐抬下来。请问哪位是唐大夫？我就是，怎么了？听闻唐大夫医术无双，求唐大夫救救我女儿。金雪，跟我回去见我爸妈吧。唐龙，我们还是分手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跟我妈说了我们的事，她不想我嫁到一个小县城的小家族去，所以……难道你妈不同意，你就要放弃我们的感情吗？我们可是彼此的初恋。我也舍不得你，可我爸死得早，妈一手把我们3姐妹养大，她又死要挟我。忘了我吧，唐龙。也许他们都说的对，男朋友没了还可以再找，妈只有一个，没了就真的没了。金雪，
忘了我吧，唐龙。祝你幸福。小县城小家族欺我少年穷，早晚我必成人中之龙，让你们看看。怎么样，唐先生，赶紧帮忙救救我女儿吧！不救。什么？岂有此理！开着药铺竟拒绝救人，有你这么狼心狗肺的医生吗？就是一个小小的大夫，也敢摆这么大架子。你知道我宋家来头吗？我知道，南省首富宋家是吧？很了不起吗？你知道，难不成你还有底气，连首富集团都不放在眼里？放眼整个南省，有谁敢小瞧我宋家？你区区一个医生，也敢让我宋家吃你的闭门羹？你这药铺想关门不成？老大老二住口！我们是来求医的，注意态度。唐先生，我乃南省首富宋红颜，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我愿给你首富集团1半股份。我不稀罕。那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我可许她嫁你，让你做我宋家之婿，怎么样？那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我可许她嫁你，让你做我宋家之婿，怎么样？不怎么样，我看不上。这也没关系，我有3个女儿，她们都国色天香，且事业辉煌，你喜欢谁都行。不行，都不喜欢。你休得无礼！我小女儿从小体弱多病，但聪明懂事，她就是我的心头肉。只要能救她，哪怕用我的命换都行。求求你了，唐先生，救救我女儿吧！保安大哥，求求你了，让我见见宋夫人吧！我跟金雪真的是真爱。哼，夫人让你赶紧滚，否则放狗咬了。滚吧！不用求我了，你怎么求我都不会救的。为什么？身为医生，你为什么不救人？何况我宋氏乃首富之家，你竟然都不给半点面子！正因为你是首富，所以我不想救你女儿。为什么？难道你与我宋家有仇有怨？高贵的宋夫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是一名医生吗？不知道。为什么，唐先生？唐家本是云海医学世家，祖辈希望我们能继承医学，可我天生闻着药就臭，从小被族人嫌弃，骂我废物。直到高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们一见钟情相爱了。她体弱多病，我有时看着她难受，我更难受。从那开始，我就克服所有的难受，钻研医学，希望自己能治愈她，也能治愈世间疾苦。可就在我即将攻克人类免疫医学疗法，想带她回家见我父母时，她突然跟我说：“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妈瞧不上我们只是一个小县城的小家族，要他和我分手。他求他妈，说他喜欢我，想和我在一起。他妈便以死要挟，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他妈。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用尽了一切去爱一个人，把一个人当成了全世界，但他说走就走了，我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去求他回头，去求他妈，可他妈压根儿就不见我，让保安放狗咬我。都放狗咬了，滚吧！后来我想，医生的职责是做什么的？是救人。我如果都不能自救，我还救什么人呢？整整3年，我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屋子里不见人，整个家族都骂我不争气，他们不知道我的心痛。但那黑暗自闭的3年，我终于攻克了人类免疫疗法，攻克了所有的疾病治疗方法。尊贵的宋夫人，听懂了我的故事吗？你就是金雪之前谈的那个男朋友？没错，宋夫人，记起了对我的不屑和伤害了吗？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希望我捧在手心的女儿能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所以……门当户对？什么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就那么重要吗？封建社会已经过去100年了，你们的脑子里还装着满满的封建思想，野蛮和粗暴地拆散年轻人的幸福，不顾他们的死活和痛苦。你现在能感受到你的世界要失去一个人的痛苦了吗？对不起，唐先生，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跪下了！妈，不要！是我错了，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跪下了！妈，不要！妈，你干什么？赶紧起来！不，当初是我伤害了唐先生，拆散了他和金雪，我应该向他道歉。不好意思，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就是当初自己有眼无珠，嫌弃唐先生，现在有需要就上门来求，还真是恬不知耻。赶紧滚吧！唐先生的医术可不是谁都会救的，尤其不可能救品行恶劣之人。你们住口！再多说，信不信我撕烂你们嘴巴？你说什么？你要撕烂我们嘴巴，反了天了！今天我看你动我试试。好啊，老家伙，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立刻把这个倚老卖老的家伙给我抓起来！是。都住手！妈，你阻止我干什么？我们是来求医的，你还要不要救你妹妹的命了？可是没什么可是。老先生，对不起，是我女儿不懂礼貌，您别见怪。哼，算你识趣，我差点就灭了你宋家。唐先生，这种人是真不能救。放心吧，张老，
我是不会救的。别，唐先生，你可以怪罪我，但精雪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可千万要救她呀！夫人莫上当，他是个冒牌货。夫人莫上当，他是个冒牌货。医魔大人，医神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我刚得知那位传中医术通神的普通人正在罗马为大帝治病，可见夫人来找的这个人并非传说中的那位，而是个冒牌货。我担心夫人被骗，赶紧过来阻止。真的吗？他是冒牌货？夫人不用怀疑，如医魔大人所说，他100%是冒牌货。医神大人为何如此说？因为我也查探了，唐家不过云海的一个小家族，家主只是一个走方郎中，因想唐家辉煌腾达，便让孙辈的唐龙、唐虎入京拜御医为师。结果御医看上了唐虎，没看上唐龙，于是唐虎师承御医，在云海开了一家很大的医院，当了院长。而没被看上的唐龙，则在玄湖村开了个小药铺，勉强维持生计。夫人，你想，一个当御医徒弟都不够格，只能开小药铺的郎中，怎么可能是那位传说的医中圣人？是的，当初我在西欧王室见过那位圣人替公主治病，他虽戴着面具，我却能感受到他的气质非凡，绝非眼前之人的不起眼。是的，那位圣人救过我的命，我于昏迷之中都能感受到他的超凡脱俗，绝非眼前之人的故作高深。好啊，我就说他为什么见死不救，没有医德。原来是个骗子。好你个唐龙，你根本没有医术，却让我求你。若是误了我女儿的救治，我要你的命！好你个唐龙，你根本没有医术，却让我求你。若是误了我女儿的救治，我要你的命！看来你还是和当初一样野蛮，对一个人毫无了解就妄下断言。怎么？你还想说你因为我女儿攻克了人类免疫方法，攻克了所有疾病的治疗方法，成就了医学大师吗？什么？他说他攻克了人类免疫疗法，攻克了所有疾病的治疗方法，还称自己为医学大师？是，他是这么说的。骗子，妥妥的骗子！就算是传说中的那位，虽有妙手回春之术，也不敢说自己攻破人类免疫疗法，治疗所有疾病。何况他区区一个郎中。那只是你的无知，不代表别人不会。哼，真会装！爷爷，你怎么了？爷爷，别吓我啊！来人啊，帮忙救救我爷爷啊！你不是能吗？你把这老头救活过来看看。你很能，你救吧。我只看别人看不了的病，救别人救不了的人。求求你们了，赶紧帮忙救救我爷爷吧！行，我救。我若救活他，你跪下给夫人道歉，并关了这药铺，敢吗？那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什么？再高明的医术，在我之前都是班门弄斧。呵呵，还在装？今天我就揭穿你的真面目，好好的打脸你看看。小姑娘，别急，我乃医神，有我在，你爷爷立刻百病消除，生龙活虎。谢谢医神大人。看一眼就知道，这老头是气血逆转，心脏病和心梗突发。医神兄，你只需在他的3焦6脉处下针，立刻神清气爽，起死回生。医魔兄也属实厉害，和我一样，一眼就看出病症，找到疗法。看我让这骗子郎中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医术。唐先生，幸亏有你啊，不然现在这些行医的都什么德行？真是不学无术，张口就来。就是，就算我才学到唐先生的皮毛，也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心梗发作。你们叨叨个什么？不懂不要开枪！看来这里住的都是骗子。医神兄，你就露2手，让他们长长见识吧，只怕会惊掉他们的下巴。医学骗子，看好了！医神兄好一手鱼龙阵法，行云流水，不愧医神。看我9针之后数道并出，打他的脸，此针下人苏醒。爷爷，爷爷，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小花，爷爷不行了。爷爷，你不会有事的。爷爷，你不会有事的，你赶紧救我爷爷！爷爷要出事了，我不会和你善罢甘休。医魔大人，要不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行，我来看看。医魔大人，怎么了？脉象已断，气息将灭，已无生路矣。怎么会这样？我正常失真了。你个庸爷，你害死我爷爷！我要跟你拼命，我打死你！哎，小姑娘，别冲动，我们想办法。你个庸爷，你要是害死我爷爷，我跟你没完！医魔大人，你有办法吗？已现回光返照之象，神仙难救了。区区错诊也用得着神仙？
小子，你在说什么？我说这种我动动手指就能治的病，你们居然说成绝症，真是我医学界的耻辱和悲哀。你是什么人？你说你能救我爷爷对吗？是的，能。小哥哥，求求你了，赶紧帮忙救救我爷爷吧！小姑娘，我不要你求，我要他们2个庸医求我。什么？你要我们求？什么？你要我们求？你们不求？当然不求。你一个药门继少、开药铺的郎中，也妄想我们求你？就是，我们可是代表世界医学巅峰的医神和医魔，多少人物见我们都毕恭毕敬。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也配我们求你？你们自以为是，对老人误诊，再有半刻，老人丧命，你们就不只是庸医这么简单，而是杀人犯了！你们这些庸医，赶紧求哥哥！我爷爷出事，我会杀了你们的！2位神医，你们就赶紧跪着求求吧！真闹出人命，你们的一辈子都毁了。行，小子，我可以下跪求你，可要是你救不活老头，老夫必用300种手段要你的命。是的，你要是在这里故弄玄虚耍我们，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医学界无法立足。别废话了，赶紧跪着求吧！2位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求吧！看他能不能救活老头，就知道能不能治我女儿了。你们2个庸医，赶紧求啊！求先生救救老大爷！记住了，医生职责，医德为先，以后不要狗眼看人低。这是九宫北斗七星阵。这是九宫北斗七星阵。9宫北斗七星针是什么？9宫北斗七星针，就是那位叫普通人的医学大师独创绝学，曾以36根银针治愈了我的粉碎性骨折。没错，西欧公主的癫痫也是被9宫北斗七星针治好。难道他就是传说中那位医中神圣的大师？9宫本斗七星针的确只有那位大师才会。难道当初我棒打鸳鸯死活看不上的女婿，竟然是能断生死的医学大师？他如果真是那什么医学大师，为什么这老头还没醒过来？有没有可能是个水货？大小姐说的是，只是会一点手法不能说明一切，还得看他能不能把人救活。我觉得肯定是个水货。他若真是那位传说中的神，又怎么会在这穷乡僻壤开间小药铺？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肯定是水货，不然他这里故弄玄虚半天，也没见他把人救醒啊！他要真是在冒充的话，可就死定了。那位国医大师可是我的偶像，谁若冒犯他，我必让他死。没错，那位大师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谁若冒犯，便是与我为敌。针落并出，起！爷爷，你醒了。小花，我这是怎么了？爷爷，你刚才突然晕倒了，是这位神医出手救了你。哎呀，神医啊，谢谢你救老头子一命，谢谢啊！老人家您起来，我是大夫，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大夫，你真是活菩萨，谢谢啊！老头子我没钱，给你多磕2个吧。没事了，老人家，你赶紧回家休息去吧。小姑娘，赶紧带你爷爷回去吧。谢谢神医啊！怎么，你真是那位自称普通人的医界传奇？是，我越看越像，连身高体型都巨像。怎么，不觉得我是庸医，我没用？你真是那位大师啊！当初先生救我于粉身碎骨，如同再生父母，请先生受我一拜。太好了，你真是那位妙手回春的大师，求你赶紧救救我女儿吧！尊贵的宋夫人，你觉得我真有那么大心胸，会救一个背叛我的女人？唐先生别生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你救救我女儿吧！别徒劳了，我的医术不问权贵，只救好人。带着你女儿滚吧！不问权贵，只救好人。带着你女儿滚吧！岂有此理！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会点医术就为所欲为了？就是，
你学医是为了救人，如今有病人你不救，你还算什么医生？你们不必用道德绑架我。我唐龙做事从来不需向人解释，世间命运自有因果。当初我为了宋经雪苦修医学，整天泡在令人作呕的药味当中，可到头来你们宋家却以我不配毁我半生。那天黑夜大雨，我站在大桥上，看着滔滔水流，差点就跳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我再也不要圣母心泛滥，再也不要是非不分。天地再大，我只走我的道。宋夫人，请回吧。曾经你为我关上你的门，今日我绝不会为你打开我的窗。你不救，那你可知道经雪为何今日会患不治之症？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跟你有关系，因为当初我强行拆散你们，欲与林家门阀联姻，可金雪死活不肯，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你以为你说的我信吗？不信？你为什么不信？你以为我还会骗你？宋经雪若真对我有情，当初又怎会走得那般决绝？我至今记得，她转身离去的时候很干脆，头也不回。为什么不将她救醒，亲自问她？我可以救她，但我得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什么条件？你说。看见了吗？不替恶人治病，请拿善行就医，这是我的行医原则。只要你宋家拿出积德行善的证据，哪怕做过那么一件真正的好事，我都可以救。这好说，我们宋家每年都会给敬老院和乡村小学捐款上千万，这算是好人好事吧？拿证据出来。有，你看吧，这是捐款荣誉证书。行，看在你宋家做过好人好事的份上，我救他一次。怎么样，唐先生，还有救吗？在我手里，没有治不好的病。唐先生，你这是？唐先生治病自有章法，不要多言。是。你干什么？干什么？还想你妹妹活过来，就滚一边去！你少故弄玄虚，谁治病要嘴对嘴费药？就是，你这分明就是想以治病为名，占我妹妹便宜。宋夫人，你们到底是要救她，还是不救？唐先生，这真是你的治病之法？我治病不需要人质疑，也不需要向人解释。行，我就信你一次。清雪，让开！妈，你别信他，他这是被小妹抛弃之后，心怀芥蒂，想挟私报复。就是，我见过那么多医生，哪有用嘴嚼药还用嘴喂的？二小姐，别说，还真有。哪里有了？乡下有人被蛇咬，赤脚医生就地采药，用嘴嚼碎就敷上。是的，听闻大夏医学记载，人的津液亦是奇药。大师此举必有缘由。对，若他真是那位传说中的大师，他此举定非常人能解。医神大人说的对，赶紧让开，让大师治病。好，我且看你治。若是能治好小妹，万事皆休；若是治不好，我必让你付出代价。是吗？你个混蛋，对我干了什么？你个混蛋，对我干了什么？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一会儿你就知道。敢调戏我，护卫，给我把他拿下！是。住手！妈，他碰了我。我看见了，救经雪要紧。你给我等着瞧！我要开始救治了，记住了，若再有人阻我，此人我便永不再治。是，记住了，不得再有人打扰唐先生治病。是。是。这个混蛋！
是银河落九天。一世银河落九天，一世银河落九天又是什么绝学？这是几千年前神医华佗独创针灸术，已失传多年，成为医学界一大憾事。没想还能重现于世，能见此针，真是不枉此生，不枉此生啊！是的，我在西方亦有听说，如雷贯耳，风为绝唱。没想今日竟能亲眼所见，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这么说来，我女儿真的有救了。此针名为长生针，可治病，可养生。当年关羽刮骨没打麻沸散，实则是神医替他在止痛穴上扎了长生针，使气血通顺，痛苦减少，堪称神针。此针既现，大小姐的病必然痊愈。那真的是太好了！好了，醒来吧。清雪，我的好女儿，你醒了，你真的醒了。妈，这是在哪儿啊？我怎么了？你患病昏迷，百医不治，是唐龙救了你。什么？唐龙？他在哪儿？他在这儿。唐龙，是你救了我吗？唐龙，是你救了我吗？以你当初跟我分手的决绝来说，我是不该救你的。当初我也不想那样的，离开后我就后悔了。后悔了？那你为什么没来找我？我想来，可我妈不准。你妈不准，所以你我之间的感情，我为了给你治病，苦学医术，忍受药臭的痛苦，把你当成生命的全部，竟然抵不过你妈的一句话。唐龙，对不起，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是没忘得了你。既然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一次无论生死，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阻挡。不用了，这一次我选择拒绝。为什么？我已有爱人，且已有婚约。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在云海大酒店举行。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来吃席，看看他比你不知好了多少。什么？你要结婚了？你以为呢？你背弃我之后，就没女人喜欢我，我就只能打光棍？不是，只是唐龙，我心里喜欢的自始至终只有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心里没数吗？当你因为自己的怯弱而放弃我时，你就已经成为了弃子。够了，姓唐的，给你脸了是吧？装什么装啊？够了，姓唐的，给你脸了是吧？装什么装啊？你说什么？我装？难道不是吗？你虽有点医术，但终究不过小家族背景，开着一个小药铺。我宋家好歹是首富之家，我妹妹乃是金枝玉叶，她愿意跟你一起，是你祖坟冒青烟才有的福气。你还在这里摆什么谱？就是，还觉得自己要结婚了了不起？就你这样，能找到比我妹妹更好的女人吗？你还真是能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唐龙的来头和背景岂是你这种井底之蛙能知？我的女人也不是别人能比。你们了不起，而我并不稀罕，又如何？唐龙，对不起，我姐他们……不用说了，收起你们的高傲，自己滚吧，我要忙了。小妹，走吧，别在她面前低声下气了。行，云海大酒店举办婚礼是吧？我明天来喝你的喜酒，明天见。唐先生，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一切都还来得及。唐先生，我看这女孩挺漂亮，也是真喜欢你呀。那有什么用？我又不是鞋，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对，赶赴唐先生，就算他倾国倾城，也是活该。就是，唐先生如今已是人中之龙，多少名门千金求嫁，区区一个宋千金算什么？大哥，你这药铺还没开垮呀？大哥，你这药铺还没开垮呀？我开没开垮关你什么事？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爷爷都说了，你爸和我爸都无为，振兴唐家的重任就看咱们孙辈了。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就靠着一个小药铺过日子，简直就是有辱咱们唐门医学世家的脸面啊！好歹我比你年长，你还得喊声大哥。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你问我有什么资格？我身为云海第一疗养院的院长，
你不过一个药铺小郎中，你觉得我有资格教你做事吗？自己滚吧，我这小药铺不欢迎你。大哥你别急嘛，我来找你谈正事儿的呢。有屁快放！这里有份合同，大哥你签个字吧。什么狗屁合同？这不是明天你和云瑶婚礼吗？其实他喜欢的是我，他希望我当明天的新郎，所以我希望你能签一份和他的解约协议。你说什么？云瑶喜欢你？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狗屎是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他会喜欢你？我的好哥哥，你别恼羞成怒嘛。你怎么就觉得他不会喜欢我呢？我一表人才，事业有成，不但拜了御医为师，医术精湛，还当了院长。而你呢？小药铺的小郎中，平凡无奇。你随便找个女人问问，是愿意嫁给你还是我？丽莎，你是愿意嫁给他还是我啊？我当然是想嫁给唐院长这样的青年才俊，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得上我？看见了吗，大哥，连我的秘书都觉得你不配啊！怎么样，我的好大哥，乖乖的签字吧！看见了吗，大哥，连我的秘书都觉得你不配啊！怎么样，我的好大哥，乖乖的签字吧！你再这么没大没小的，别怪我抽你！唐龙，我给你脸喊你声大哥，你别不识抬举，惹我生气。哼，你生气个试试，我看你能把我怎样？大哥啊，一把年纪了，懂点人情世故吧。因为你无为，爷爷基本上已经内定我为唐家继承人，这也是云瑶想嫁给我的原因。所以你要强行和他举行婚礼，只是自取其辱，也会白白惹人笑话。你说什么？爷爷内定你为唐家继承人，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我堂堂大医院的院长可是唐家的光，而你一个小药铺的郎中，只会给唐家丢脸，唐家当然会选我。唐家规矩，长子为继承人，你们想坏规矩？我就想坏规矩又如何？你有本事学李建成发动玄武门之变啊！看我如何斩你于马下，堂堂正正的上位。我听过不少你们医院干的缺德事，但想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久，一直忍你。既然你非要往我的枪口上撞，那我就陪陪你。好啊，你要玩是吧？那明天云海大酒店，咱们婚礼上见。我让你尝尝人世间最极致的失败和羞辱，我要你在我面前跪着说后悔。给我滚！给我滚！你个家族弃子，敢打我！你听好了，我不稀罕继承什么唐家，但我绝不让唐家毁在你这种无德之人手中。趁早给我老实点，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手段。好，你非要跟我斗是吧？那明日咱们就在你的婚礼上见，好好掰掰手腕。我们走。他不签合约，那明日我们便执行 B 计划吧。唐先生，你这弟弟真不是人啊，居然要跟你抢继承人！抢继承人也就算了，还要抢你老婆，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云瑶小姐不会真喜欢他，明天在婚礼上悔婚吧？怕什么？到时候咱们一声招呼，全球大佬都蜂拥而至，给唐先生助阵，谁敢对唐先生不敬？是的，唐先生，你一句话吧，要怎么做，咱们必赴汤蹈火。云瑶不可能背叛我，唐虎区区一个院长，能奈我何？不必兴师动众。但唐先生，您的婚礼总不会不让咱们参加吧？就是唐先生，你悬壶济世，高风良节，救我等性命，对国对民都有不世之功。好不容易你婚礼，人生大喜，怎能不让我们参与？不行，我们必须参与。那一众引谢门阀功勋，早摩拳擦掌要喝喜酒。唐先生，你可不能让大伙儿有遗憾。行，你们可以来，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可以来，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世间传说有个戴着面具的普通人，乃是医中圣人。我不想让人知道那就是我，所以你们都得像普通人一样来参加我的婚礼，不要漏了身份，让场面失控。我们知道唐先生低调，我们绝不暴露身份。行，那发出悬壶令，通知大伙儿吧。是。什么？玄壶主人大婚？好，我明日便来。什么？龙门之主终于大婚了！好，好，好，马上给我备厚礼。采黄您电话。什么？一中圣王大婚？立刻
被传记，散会，我有要事。报告武圣，什么事儿？接到悬壶令，麒麟至尊明日大婚。什么？至尊大婚？立刻随我率3000武神贺喜！鲍夫人小姐，大喜，大喜呀！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夫人让我调查唐龙未婚妻，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别卖关子，直说。夫人，您自己看吧，辣眼睛。怎么，他不肯解除婚约吗？没错，他居然说你对他是真爱，说你想嫁的人是他。什么？他这么自作多情的？他一个药铺小郎中，哪来的这种自信？不管了，明天婚礼上，爷爷宣布我为继承人，你再当场退婚，将他的人生彻底葬送，会是我们婚礼最好的贺礼。天啊，这么一来他好可怜啊！别可怜他了，我们先快乐一个吧。这对贱人真是岂有此理！别骂了，你的机会来了，赶紧准备聘礼，当场抢婚吧。什么？抢婚？之前妈生生拆散你和唐龙，是妈不对。如今这对贱人竟然想埋汰他，那我们就去帮他把这个面子找回来，既成全了你们在一起，也算弥补之前对他的亏欠。对，我要以整个宋家为聘礼，让大姐率战部精英，二姐带商界翘楚，齐往云海大酒店抢婚。我要以整个宋家为聘礼，让大姐率战部精英，二姐带商界翘楚，齐往云海大酒店抢婚。此乃天意，不可错过。管家，在夫人。立刻按小姐说的准备，出发云海大酒店抢婚。是。唐家唐龙公子与云家云瑶小姐大婚，欢迎各路贵宾贺喜。张家主送别墅1栋，王董事长送豪车3辆，刘家主动礼金100万。我说亲家母，你们家是不是也太磕碜了？这么大喜事儿，连个送礼的人都没有。喂，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们都是唐公子的朋友，来参加他的婚礼。就你们这群土鸡瓦狗的，也配参加这么豪华的婚礼？你说谁土鸡瓦狗呢？你知道老子是……喂，老孙头别激动，今天可是唐先生婚礼。保安同志，我们真是来参加婚礼的。这里有唐公子的邀请函，你自己看吧。对，是我请的他们，让他们进来吧。恭喜唐先生！恭喜唐先生！恭喜唐先生啊！恭喜唐先生！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先生，恭喜唐先生啊！恭喜唐先生！恭喜唐先生啊！唐先生大婚，我备礼金1亿，还请唐先生笑纳。孙老不用，唐先生大婚，我备礼金10亿，我送礼金500亿，我送瑞士银行至尊黑卡，我送价值50亿大秦剑谱和鱼肠剑。这些人是疯了吧？动辄就送10亿、100亿的，他们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怎么可能见过？你看他们全身加起来能值100块吗？我都后悔答应让瑶瑶嫁给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去那边坐着等开席吧。唐龙，你是疯了吗？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请来坐席？阿姨，他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来恭喜我，有什么问题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牌面？9星级云海大酒楼，在场的哪位不是商界名流和豪门世家？你竟然请一群农民工来，你是想把我气死吗？农民工怎么了？农民工不是人吗？是人，但人分3、6、9等不同阶层。我云家嫁女儿是上流社会的席，你喊一群农民工来是想羞辱我吗？你不要脸，我云家还要脸！我当初就反对把瑶瑶嫁给他的。那时他不是唐家太子爷吗？谁知道现在堕落成这样。亲家母，你们消消气，我儿也是一片好心，想着结婚这么大事，多喊点人来热闹一下。这些都是他的朋友，来者是客，就别计较了吧。不行，今天要是有这些泥腿子在，这婚就别结了。结，这婚可得结。
结，这婚可得结。云瑶，你来了。没事，今天我们大婚，你应该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们瑶瑶真懂事。哎呀，女儿，你这还没嫁过门呢，怎么就帮她呀？今天可是你大婚，来了这么多有头有脸的叔叔伯伯，他竟然喊这么一群土包子来，这是存心丢咱们云家的脸啊！妈，你多虑了，我的脸丢不了的。今天除了是我和唐龙的婚礼，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呢。是吗？还有什么大喜事啊？婚礼之前，唐家要定唐门继承人。啊，是吗？唐龙要继承唐家了，那今日咱们可是双喜临门了。算了，唐龙，我不跟你计较了，照顾好你的这些朋友吧。谢谢阿姨。各位，来，我带你们去入席吧。哎呀，女儿，你要做唐家长媳了。唐龙成为继承人后，云唐两家联手，一定会更加辉煌啊！妈，你说错了。是吗？我说错什么了吗？老爷子内定的继承人是唐虎，不是唐龙啊！不是唐龙，而且我今天要嫁的也不是唐龙，而是他弟弟。你说什么？你要嫁的是？而是他弟弟。你说什么？你要嫁的是？不是妈你教我的吗？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堂堂云家千金，怎么能嫁给一个开小药店的家族弃子呢？那不是在毁了我自己的人生吗？对，是这样。可是唐家会答应吗？唐虎公子集唐家宠爱于一身，且被老爷子钦点为唐家继承人。你觉得唐家还有谁会帮唐龙？谁会反对？那就好。看见了吧，老云，咱们女儿真是个做大事的人。我们瑶瑶能干。唐家家主，唐老爷子到。老爷子，您来了。亲家母，瑶瑶辛苦了。爷爷辛苦了。我们瑶瑶真懂事。走，等爷爷去宣布一件大事，就为瑶瑶你和我唐家孙儿举行大婚。谢谢爷爷。咦，大哥呢？没来吗？那边呢？不知哪喊了一群农民工来，正招呼着呢。谢谢唐先生。啊！云唐两大家族联姻，这么盛大的婚礼，他竟喊了一群农民工来，他这么堕落了吗？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唐龙，你这都是请的些什么人来？唐龙，你这都是请的些什么人来？请的朋友，怎么了，爷爷？朋友，我唐家在云海也算有头有脸的家族了，而且今天还是和云家联姻，宾客相聚，名留云集。你都请的些什么朋友？你是嫌自己没出息，给我唐家丢脸还不够吗？爷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论什么朋友，大喜之日，人家能来道贺，都是一份情面，我们岂能区别对待，拒人门外？怎么，你这是开个小药铺，翅膀开硬了，在教我做事了？爸，您别气，小龙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他从小重友情，今天难得大喜，就想喊朋友一起来高兴一下。大喜之日，高兴一下，只怕他会高兴不起来。哎，不是我说啊，大娘，你是怎么教养的我哥啊？竟然长幼尊卑不分，连爷爷都敢顶撞了。他还只是个小郎中呢，要是像我这么出息当了院长，岂不是要翻天啊？像你这么出息，他是小丑吗？老孙头，你别笑，井底之蛙喜欢开黄腔。老东西，你说什么？说你啥也不是啊？怎么了？你生气了？学学你哥吧，但凡有你哥1/1000的胸襟和能耐，也不至于失败成一个笑话。你说什么？我失败？我是笑话？我不及他1/1000的胸襟和能耐？这真是一群疯子吧？赶紧都赶出去吧！来人，都给我赶出去！谁敢动？来人，都给我赶出去！谁敢动？怎么了，大哥？你这是嚣张到要跟爷爷作对了吗？唐虎，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对你没什么好处。还威胁我？你真是能耐了啊！
爷爷，你看着办吧。唐龙，你是连我这个爷爷的话都不听了是吧？我只听对的。怎么，你把这些土包子喊来，丢我唐家和云家的脸，你觉得是对的？朋友不分尊卑贵贱，他们来祝贺我，我就有责任维护他们，这是做人的担当。而且，你们并不知他们的来历，也不要随便贬低。你说这群土包子有来历？可能从土里面钻出来也是一种来历吧。真是气死我了！我唐家怎么会出这么个不孝子孙？爸，你别气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和气生财，先举行婚礼吧。是的，爸，宾客都看着的呢，咱们别为这点小事计较了，先举行婚礼吧。婚礼还举行不了，咱们先办唐家的另一件大事吧。唐龙、唐虎，还有你们的父母，所有唐家子弟都先跟着我上台来。你们先坐坐，我上去一下。唐先生有需要招呼一声，随时帮你干他孙子的。唐先生有需要招呼一声，随时帮你干他孙子的。放心吧，这点阵仗闭眼拿捏。我先去了。这唐老头真是瞎了眼，不知道唐家修了几万年的德，才出了唐先生这么一位人物，他们居然还排挤他，瞧不起他。唐先生也是脾气好，换我的话，早2耳刮子扇上去了。那不是吗？要不是看唐先生面子，我当场把他给剁了。算了吧，都是给唐先生面子。若不是唐先生，唐家有什么资格让咱们大驾光临？是的，是的，唐先生大婚，咱们还是别惹事儿的好。先看看那老头要搞什么幺蛾子吧。尊贵的唐老爷子，首先恭喜您今天娶孙媳过门啊！听说您还要在大婚之前公布一件大喜事，请问是什么事儿啊？今天我要在这唐家子弟大喜之日定下唐门继承人，喜上加喜。哇，要定唐家继承人啊，那真是大喜啊！这些年来，我唐家从微末逐渐崛起，跻身云海顶流，而我也渐年迈，所以得把唐家的接力棒交到靠谱的后辈手中。老爷子，您真是用心良苦啊！借着唐龙少爷大婚，又定他为继承人，真是双喜临门。不，我要定的唐门继承人不是他。不，我要定的唐门继承人不是他啊！不是唐龙少爷，那是谁啊？今天我要公布的唐门继承人，乃是我家老二之子，云海第一医院院长唐虎。爸，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龙可是您长子之子，他才应该是唐家继承人啊！是啊，爸，大哥为了唐家牺牲，小龙是大哥的儿子，于情于理都应该他是继承人啊！什么于情于理？他身为唐家长子，有担起过振兴唐家、为唐家长脸的责任吗？这么多年背靠唐家的大树，你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开着一个小药铺，浑浑噩噩的度日。真是把我唐家的脸都丢尽了！你说什么？我把唐家的脸丢尽了？难道不是吗？是什么？云海本以张王、赵吴4大家族为首，唐家本不过云海一个微末家族，而今是凭什么越过4大家族，独占鳌头？难道你想说是因为你？我本不想争这些功劳，但你们非要狗眼看人低，那我就承认好了。若不是我，唐家早就被挤压到乡下去种田了，真是岂有此理！你不过一个开着小药铺的郎中，也敢说只手扶起了唐家？就是，明明是我家唐虎开着大医院，医治了无数贵人，为唐家搭建起人脉，才令唐家振兴，你竟要硬抢功劳！你说什么？他开着大医院，为唐家搭建起人脉？就是，明明是我家唐虎开着大医院，医治了无数贵人，才令唐家振兴，你竟要硬抢功劳！你说什么？他开着大医院，为唐家搭建起人脉？怎么？难道你有异议？哼，他爱服不服，我就定虎子为唐家继承人。爸，你不能这样，大哥在九泉之下不会瞑目啊。二姐，
你这是要帮唐龙一家和我们作对吗？就是，我可也是喊你一声姑姑，你若是帮他的话，可就别怪我记仇了。虎子，姑姑不是帮谁，是你大伯在世的时候，我们都受过他恩惠，而且你大伯也是为了保护唐家牺牲的，我们都有责任帮助和照顾小龙母子啊。看来姑姑你还是没大听懂我的话，现在是站队的时候，你只能选站我或他，明白吗？是的，如果你非要选择帮他，可得想好后果。老四、姚妹，你们呢？支持谁？我继承人位置，能者居之，我肯定支持虎子。我也是，我觉得虎子才能给我们唐家争气。老四、姚妹，你们这样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大哥？大哥都死了，要对得起他什么？难道对得起他就要把这个给唐家丢脸的废物扶为继承人吗？姚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小龙呢？他确确实实就是没用，难道我还不能说吗？好了，别争了，我的主意就定唐虎为继承人。不行，我申请抗命裁决。好了，别争了，我的主意就定唐虎为继承人。不行，我申请抗命裁决。大嫂，你说什么？我说了，我申请抗命裁决。抗命裁决？你知道后果吗？当然知道。申请抗命裁决后，我儿就可以公平竞争继承人位置。若是他输了，算我不尊长辈，以死谢罪。你既然知道，也明知小龙弱些，为何还要……不，我相信我儿子有他的医学造诣。他今日遭遇家族不公，纵是以命相争，这也是我身为母亲能为他做的了。若家族无法护他，就让我这个当妈的来。妈，儿子，不要气馁，还记得你爸教你的吗？男儿在世，可被万千人唾弃，也绝不可自暴自弃。今日纵是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妈也和你一起。放心吧，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今日此地，我会让这所有瞧不起我们母子的人亲手打肿自己的脸，跪在我们面前。哈哈，我的好哥哥，你在说什么？你是真长胆了，敢和我掰手腕？我会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一样的医术。好，我就欣赏你这种盲目的自信。爷爷，那就准了他的抗命裁决申请，让我和他比试医术，以决继承人位置吧。好，我就答应他们的抗命裁决申请，让你和他以各自医术公平竞争继承人位置。好，我就答应他们的抗命裁决申请，让你和他以各自医术公平竞争继承人位置。大嫂、小龙，你们再考虑考虑。谢谢你，姑姑，我不会让你和我妈失望。今天过后，我要让你们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被众生仰望。少吹牛了，大哥，赶紧成为我的手下败将，滚蛋吧！来，我宣布，唐门子弟医术大赛正式开始，欢迎各位亲朋围观见证。比赛共分3场，第1场变药，第2场看病，第3场重症治疗。现在先比第1场变药，来上药。这里面是多种药材的粉末混合，具体成分写在纸上，压在盘子下面。你们2人各用闻长观之法辨别药材成分，写在纸上对照，谁准确度高，谁胜。我可是京都御医高徒，辨识天下名贵药材无数。他一个只会几味中草药的小郎中，也敢跟我比变药？就是，虎少可是御医高徒。唐龙，我看你还是别比了，免得自取其辱。怎么，你是在帮他吗？你看，你看，我可是好心，怕你当众丢脸。你这都什么玻璃心啊？还误会我的好意。这个时候，我不需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行，我不说了，你爱出丑就由你吧。好了，别吵了，直接变药吧，开始。我知道了，纸笔拿来。大哥，
我已经开好药了，你怎么还没动？就是，赶紧的，别耽误时间。我看他是压根儿就不认识药，不知道怎么变吧。我早说过让他别逞强的，非要丢脸。急什么？纸笔给我。不会吧？他就那么嗅了下，就知道是些什么药了？小龙，你仔细点，可别出错了。你妈可是拿的性命担保。姑姑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切，我就不信，他就那么闻一下就行了。就是，这盘子里可是多种药材的混合，怎么可能随便闻一下就知道？败家子儿就是败家子儿，今天把他妈的命都得败在这里。行，我已经写好了。你确定你已经写好了？不要墨迹了，直接对药名。来，拿牡丹出来对药名。盘中药名共有6味，分别是熟地黄、牡丹皮、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也是古方药6味地黄丸的配方。来，我们先看唐虎公子的药单。盘中药名共有6味，分别是熟地黄、牡丹皮、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来，我们先看唐虎公子的药单。熟地黄、牡丹皮、山茱萸、山药、党参错了，枇杷错了，一共对了4味药，错了2味。哇，虎子这么厉害，居然变出了4味药！就是，6味药混在一起，居然能变出4味，不愧是御医的徒弟。一般专家教授也顶多只能变出3味，虎子果然天赋异禀，我唐门振兴有望。好了，轮到他了，拿来吧，唐龙少爷。看他那样子，怕是1味都变不出来。看他怎么丢脸！怎么了，管家？老爷，他全写对了。什么？他全写对了？不可能！你帮他作弊吧，他怎么可能全写对？就是，他一个药铺小郎中，怎么可能全对？不信你们大家都看吧。老爷，他全写对了。不可能！你帮他作弊吧，他怎么可能全写对？不信你们大家都看吧。熟地黄、牡丹皮、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果然6味药全对。真的全对？太不可思议了吧！真的全对？不可能，不可能！6药成粉混杂一起，其辨识难度可谓院士级别。我乃御医高徒，尚且只能辨别4味，他区区一个药铺小郎中，凭什么全辨对？就是，这完全不合常理，肯定是蒙的。蒙的，有本事你蒙了试试。那就是作弊，肯定是有人向你透气了。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嚼舌根。就是他二叔，大家伙都在场盯着的，我们小龙都原地没动，怎么去作弊呀？他不是从小体弱多病吗？有可能是他自己药吃多了，所以对药熟悉吧。肯定是这样。若论医术，我是绝不输他，绝不服他的。我们比第2关，看病吧。行，进入第2关，看病吧。带病人来。这是从3甲医院里带来的一位病人，他身上有医生给他的诊断和仪器检查报告。看你们谁知道他是什么病，便算谁赢。我先看，手给我号脉。我先看，手给我号脉。行，我知道了。拿纸笔来。我孙子就是厉害，随便瞧瞧就看出病了。不愧是第一医院的院长，有这等医术，真是患者福音。我唐家的骄傲啊！对嘛，这才是真本事。
一眼就求准病来。亲家母，小龙才是你女婿，你怎么老帮着外人说话呢？什么女婿不女婿的，婚礼还没举行呢，别跟我叫这么亲热。我的好哥哥，该你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个草药医生走方郎中到底会不会看病，只怕会让你失望。来，靠近我。你干什么？好啊，大哥，你竟然当众猥亵病人，简直败坏我唐门家风，真是道德沦丧！我要把他逐出唐门！来人呐！嚷什么嚷？有什么嚷的？你个败家子，当众猥亵女病人，还有什么可说？什么猥亵？医生眼里只有病人，不分男女。你们学医的时候没听说过吗？你们没见过治疗痔疮是需要脱女病人裤子的吗？大惊小怪什么？什么猥亵？医生眼里只有病人，不分男女。你们没见过治疗痔疮是需要脱女病人裤子的吗？大惊小怪什么？强词夺理！现在只是看病，是治疗痔疮吗？一样吗？就是，事到如今，大哥你非但毫无羞耻之心，还想狡辩？哪个看病贴着胸口就去？就是看病望闻问切，把脉看舌，你直接贴人胸，还有理了？我看他眼神脸色并不寻常，根本不是号脉能得出的，我得听他心跳心率。有什么问题？听心跳心率，为什么不要听诊器？直接贴脸到女人胸上就听吗？中医学上，每个大夫有每个大夫的看病方法，你管我，你我之争，为何不用结果说话？若我确实看不出病来，你说我猥亵，我无话可说。可要是我看病比你更准，岂不是你在惧怕和诬陷？你说我惧怕你，诬陷你，没有的话就正常比啊！行，就给你个机会，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是的，他肯定是知道要输，故意捣乱，搞人心态。云瑶，今天可是你和我的婚礼，你确定你要胳膊往外拐？什么叫胳膊往外拐？爷爷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难道你要我昧着良心帮你吗？而且都还没拜堂，我会不会嫁给你还不一定呢。很好，那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来跟我毁这个婚。不用你担心，我自有我的打算。瑶瑶，小龙可是你的未婚夫，今天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好了，别吵了，继续看病，用结果说话吧。这位病友，就委屈你，让他贴胸诊断看看吧。好。哼，装腔作势。不怕，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的，看她怎么自圆其说。可以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你说他是白血病晚期和隐性心梗？胡说八道吧！白血病晚期，他这样听都能听得出来。就是，还隐性心梗，要是心梗，早昏死过去了。哎，真是庸医呀！看你怎么教的儿子，医术不通，胡说八道，出来乱看病，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小龙，这怎么看的啊？怎么看出白血病晚期和心梗了？妈，你相信我，不会看错的。还在做梦和幻想呢。虎子，把你的诊断拿出来，和医院的诊断对照吧。我也觉得是肝肾衰竭症，看来虎子是真医术。100%准确，不会错的。爷爷，亮医院诊断结果吧。亮结果吧。肝肾衰竭症，真是肝肾衰竭症。哦耶，我的对了。大哥，现在你承认自己是庸医了吧？是吗？如果我告诉你，医院的诊断也错了呢？大哥，现在你承认自己是庸医了吧？是吗？如果我告诉你，医院的诊断也错了呢？你说什么？医院的诊断错了？
你是疯了吧？医院的诊断错了，这可是3甲医院名医诊断，一切检查。当今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仪器可以检测到人体深层次病灶，尤其是综合病症，只有医生的经验可以。狂妄！你的意思是你的经验比3甲医院专家和精密仪器更强，比我这个京都御医高徒更强？别听他的，他就是个庸医，来败坏我唐家名声的。就是把肝肾衰竭症诊断成白血病和心梗了，还在这里败坏3甲医院的名誉，我看都不用比了，直接判他输，把他逐出唐家吧。不能啊，幺妹，今天可是小龙和瑶瑶大婚，可行不得家法。什么我跟他大婚？他这种庸医还草菅人命，我才不嫁给他。就是，大嫂你可是申请的抗命裁决，他输了，你得拿命偿。怎么样，大哥？是跪下认输，还是等着被逐出家族啊？我的诊断才是准确的，我为什么要认输？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难道你还想颠倒黑白吗？就是，你这个庸医，我女儿明明是肝肾衰竭，你居然说她是白血病，你这是咒她吗？赶紧给我女儿道歉！道歉？再不求我，3秒钟，阎王就得来拘人了。好你个庸医，还在咒我女儿！我数3下，你还不道歉，我非得跟你拼命！1、2、3！你这是咒她吗？赶紧给我女儿道歉！1、2、3！江平，你怎么了？你不是诊断为肝肾衰竭吗？你救我！你要能把他救活，算我输，我自动退出唐家继承人的位置。呵呵，你想难倒我？你大概忘了，我是云海第一医院的院长，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能耐。立刻给我送肝肾衰竭症诊断药物过来，你等着，我让你瞧瞧什么才是真正的医术。一个走方郎中也和医学院长争锋，真是不自量力。我亲爱的妖姑，别蹦跶了，我看你眼圈发黑，眼袋充血，你只要再戾气重一点，就会双目失明的。你个猴崽子，你咒我是不是？爸，赶紧立刻把他们母子逐出唐家吧！急什么？这还在抗命裁决定输赢了，一旦他们输，自然会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好，我等着，看他们母子怎么死。哎呀，幺妹，都是你侄子，你怎么处处帮唐虎，还觉得我们不对呢？就凭你们没出息，想赖着唐家养老，就是罪恶。你给我记住了，等下的你眼瞎的时候，千万不要求我，我要你瞎一辈子。院长，药来了。千万不要求我，我要你瞎一辈子。院长，药来了。好，拿来。院长，要我为别人治疗吗？不用，今天我要亲自出手，让某些庸医看看什么是精湛顶级的医术。药和银针给我。银针。哇，这是御医神针吧？我侄子真厉害。那必然，看虎子漏这2手就知道，未来必是世界医学的领军人物，我唐门的骄傲啊！不像有些人只会吹牛，给我们唐家丢脸，让家人亲戚难堪。继续奚落，继续嘲讽，继续狗眼看人低。你住口吧！一个把肝衰竭看成白血病的庸医，简直就是我们唐门的耻辱，世界医学的悲哀。别管了，等虎子把人救醒，我就会当场宣布，我唐顶天只有一个孙子，那就是老二的孩子唐虎。对，我也会当场宣布废除与这个庸医的婚约。那真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巴掌打在你们2人的脸上。打我的脸？就你这种连病都看不出来的庸医，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上你。这么多年过去都没能等到你有点出息，认识你大概是我人生唯一的失败了。有眼不识真龙，真是白长了你这一双眼睛。还装呢？二少，赶紧把病人救醒，狠狠地打他的脸。别想了，他救不活这个人，若能救活，我当场自剜双目。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好，
那等会儿我就亲手剜你双目。他要是救不活呢？那怪你自己瞎眼。你能自己把自己眼睛挖掉吗？你瑶瑶别和他争，这什么男人，还没嫁过门呢就想家暴。二少，你赶紧把人救活吧，我想剜了他眼睛。好，我马上将他救活。御医三针，行！女儿，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二少，怎么了？不应该啊，他已经吃了治疗肾衰的药，我也用了针，为什么没有醒？我说了，他得的根本不是肝肾衰竭症，你连病都看错了，还想治好他？你怎么不上天呢？你住口！你一个小郎中懂什么？就是，虎子身为院长，难道还没你个小郎中懂吗？是的，我不懂。3秒钟之后，他全身抽搐开始，你们就等着给他准备棺材吧。你个扫把星，还想咒我女儿，我跟你拼了！3、2、1。女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说过他会被治出问题的，别哭了，继续来打我。你看出来了，你能治是不是？我能治又怎样？求求你帮忙治治吧，求求你了！别想了，刚才我几次说了他的病症，你认为我是在诅咒，还要跟我动手？你觉得我会救他？对不起，大夫，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该死，我给你磕头了。万事有因果，这是他的因果，好好的准备后事吧。够了，唐龙，你是想我把你逐出医学界吗？你说什么？把我逐出医学界？你没有医术也就罢了，还满口胡言乱语，把肝肾衰竭症说成白血病，然后还说自己能治，但不治。人家病人遭遇如此灾难，你救不了，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毫无医德。难道我不该把你逐出医学界吗？唐虎，少活在自己狭隘的认知里了。你这个医学院长，狗屁都不是。你现在给我听清楚了，第一，这个病人患的就是急性白血病加心梗。第二，我就是能救，但他对大夫不敬，我不救。你是怕吹牛穿帮吧？你要真有本事把他救了，我唐虎当场给你磕头道歉。不够，我还要你自打耳光，把自己脸打肿。我唐虎当场给你磕头道歉。不够，我还要你自打耳光，把自己脸打肿。行，只要你能把人救活，你说怎样就怎样。但是，如果救不活呢？救不活，你说了算。行，如果救不活，我要你说自己是狗，没有资格继承唐家，带着你妈给我滚出唐家。还有这个瞎了眼帮你的，都跟你一起滚。行，我赌了。你们大家可都是见证，他若输了，可别怪我不讲情面，要将他母子扫地出门。自不量力，应该的。对，是为我唐门除害。赶紧治病吧，我的好哥哥，我好想看看你变成一条狗，汪汪的被赶出家门啊！可惜你能看到的是，从今日后你将失去一切。让开！是。一针切元阳。一针银九印。3里在膝下，3寸2筋间，能除心腹胀，善治胃中寒，肠通病积居，肿满息精酸，劳伤形受损，气骨病诸般。人过3旬后，针灸眼能宽。
一针去病，一针正神。可以了。你说什么？可以了。没错。哈哈哈！你还真能自欺欺人的，大伙都睁眼看着人，一点动静没有，你居然说醒了。就是，刚才你念的不过是最普通的针灸口诀，刚学医的黄毛小儿都会，你也好拿出来班门弄斧治绝症。大道至简，最玄奥的医术就建立在最扎实的入门医学之上。你们这些虚妄之辈，又岂会懂？岂有此理！你一个小郎中，还是晚辈，也别对我指手画脚。就是。你救的人呢？为何没有半点动静？如果没救得了，可得执行刚才的赌约了。就是救人失败，唐龙，从今日起，你便被废除继承人之位，赶紧带着你妈滚出唐门吧！赶紧的滚吧！滚吧！真是一群瞎眼之辈，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去。给我接一碗水来。好。怎么，还想苟延残喘、故弄玄虚呢？闭上你的臭嘴！水来，我让你见识什么叫医学，什么叫奇迹！哼，行，我就看看，你要把丑出到多大，要把人丢得多狠。大夫，水来了。水入喉，心跳有。行。水入喉，心跳有。行。妈，我是怎么了？你刚才昏死过去了，是这位神医救的你，谢谢神医，谢谢神医。他没事了，让他起来，我再给他开个药方，照方抓药就行了。是，谢谢神医。女儿，起来看看，起来看看。我好像真没事了，浑身充满了劲儿。照着这个药方去抓药就行了。谢谢神医，谢谢神医。行了，没事了，赶紧走吧，我这里还要举行婚礼呢。是，祝神医新婚大喜，我先走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不可能，不可能！他明明是肝肾衰竭症，怎么会是白血病？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本事，看病只能看出表面。哼，他的表面确实是肝肾衰竭症，但却是因为急性白血病所引起。所以，按照肝肾衰竭症只能治标，按照白血病才能治本。可就算他是白血病，那也是要换骨髓才能治疗。岂是你区区几手针灸就能治好？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变药、看病、治疗，3局我3胜。开始吧，唐虎，跪下自己打脸，磕头道歉吧。开始吧，唐虎，跪下自己打脸，磕头道歉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区区一个药铺小郎中，也想让我堂堂医学院院长向你跪下道歉？怎么，你想耍赖？什么叫我耍赖？我可是爷爷钦定的唐家继承人，未来的唐家家主。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下跪？你想犯上吗？唐虎，你在说什么？什么爷爷钦定的唐家继承人？你不知道吗？在来这里之前，爷爷就已经跟我说了，唐家继承人非我莫属。你乱说！刚才明明是小龙比赛赢了，比3局赢3局，小龙才是唐家继承人。别天真了，唐家不可能让一个小郎中当继承人的。小郎中怎么了？他的医术比你强，他可是堂堂正正赢了你。那又怎样？医术强就能领导唐家吗？那我的医学院里一大堆专家教授呢？是你强还是我强？爸，
你是什么意思啊？虎子说的没错，要想成为唐家继承人，并不是医术强就行的。虎子是医学院长，有身份，有地位，也够体面，他才是唐家继承人的最佳人选。可是，是我申请了抗命裁决，您也答应了以比赛决定，现在是小龙赢了。赢了又怎样？我说的还不明白吗？从一开始，大家想的都是虎子做继承人，是你们母子痴心妄想，非要比赛。我是给你们台阶下而已。你真以为我会把唐家交到一个几年了都只能开着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的小郎中手里吗？你真觉得他给我们唐家丢的人还不够？你说什么？我丢人？哼，难道不是吗？是。你可知道我的来历？我到底是谁？是。你可知道我的来历？我到底是谁？哦，你还有来历？说来听听啊，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小郎中有什么来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来历，我只知道天下医学称岐黄，岐黄一出定生死，而我为天下岐黄之王。有人称我为教父，有人叫我龙门之主，有人喊我玄壶高人，有人叫我医中圣王，有人称我为神，有人叫我麒麟至尊。天下王者名，归我一人身。无论是医王、医神、医魔、医圣，见我都称尊。你觉得我会是谁？疯了！我看你是疯了！你区区一个小郎中，居然敢说自己是教父，是龙门之主，还是玄壶高人、医中圣王、麒麟至尊？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医道出神入化，被7大洲4大洋都奉为神明而从不留名的神秘普通人？没错，你算真的说对了。我有1000张面孔，最后归一名。我就是世人都敬仰，但世人都从未见过我真容。普通人，真是无法无天，人神共愤。那位普通人可是整个岐黄界的荣耀传说，你竟敢冒他名，看来今日你是要逼得我对你出手了。什么？你还想对我出手？很意外吗？你区区一个小郎中，我对你出手还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对我出手。你不信是吧？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薛会长嘛，玄壶药铺唐龙对岐黄圣人不敬，我请求你立马封杀他的药铺。薛会长吗？玄壶药铺唐龙对岐黄圣人不敬，我请求你立马封杀他的药铺。好，好，好，等您，等着吧。医学会薛会长会亲自下令将你封杀。我终于理解了当年曹植七步吟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快”，原来都是身不由己。怎么，怕了吗？怕了就跪下求我。你错了，我是在为你感叹。你我虽不同父母，但好歹同祖宗，是兄弟。这些年家族待你宽厚，待我凉薄。我念在父亲说亲情第一，大局为重，我不计较。奈何你非要作死逼我上桥，那我就得推你下河了。你说什么？你推我下河？你区区一个小郎中，有什么资格和本事推我下河？就是，虎子是我唐家继承人，未来的唐家家主，你有什么资格威胁他？你确定要无视我妈的抗命裁决，要毁掉比赛的公平，偏袒唐虎，让他当唐家继承人是吧？是，又怎么了？是，唐家就该结束了。你说什么？唐家该结束了？难道你还有什么能耐打压唐家？你没有用脑子想，唐门区区一个微末家族，如何在最近几年逆风而上，力压一众豪门，成为云海新贵？你一个开小药铺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错，就是我这些360行的朋友给我面子，给了唐家关照，才有唐家的今日。
没错，就是我这些360行的朋友给我面子，给了唐家关照，才有唐家的今日。大哥，你说什么？你说是下面这些农民工给了我唐家关照，才有我唐家的今天？扯淡吧！他是觉得我唐家建房子没人，要他找农民工帮忙，还是请保姆保洁没人，要他帮忙介绍？你以为他们是农民工、保姆、保洁？你要是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你估计这辈子的噩梦都不会醒。够了！不要在这里给我唐家丢脸了！今天我宣布，我要将不孝子孙唐龙逐出家门，他的婚礼也一并取消。爸，你不能这样厚此薄彼，小龙也是你孙子呀。是啊，爸，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哥可是唐家的功臣，他为唐家牺牲，小龙可是大哥的儿子，你这样，大哥死不瞑目的。他要想留在唐家，那你们就让他跪下认错，不要再发疯发癫，跟我唐家出丑。我或还可给他一条生路。小龙，要不你向爷爷认个错吧？向我认错还不行，还得向虎子认错。连未来的继承人都敢触怒，还有王法吗？小龙，你赶紧向爷爷和虎子认错吧。姑姑，感谢你念着亲情帮我，我会记你一辈子的恩，但唐家无德。今日我唐龙要郑重宣布，从今日起，我与唐家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姑姑，感谢你念着亲情帮我，我会记你一辈子的恩，但唐家无德。今日我唐龙要郑重宣布，从今日起，我与唐家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好，断得好！支持唐先生，断得痛快，岂有此理！你一个小郎中还跟我叫板硬气上了？行，那我也郑重宣布，从今日起，唐德福之子唐龙被我逐出唐家，叶落再无归根，生死就成浮萍，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既然如此，那唐老爷子，我们和唐家这门婚事也该重新合计了吧？是的，既然唐龙已被逐出唐家，我与唐家的婚礼也该换人喽。换人？瑶瑶，你的意思是？没错，云家和唐家的婚约不变。如果唐龙不是唐家子弟，便可由另外的唐家子弟完成婚约。二少不是现成的吗？瑶瑶，你怎么能这样？我怎么不能这样？我自己的婚姻我还不能做主吗？可是，是你和小龙定的婚约，今天还是婚礼呀，你怎么能无缘无故就悔婚呢？什么叫无缘无故悔婚？你50多岁的人了，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是我无缘无故吗？你没看见你儿子今天这里怎么丢人出丑吗？别说唐家，就是我云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你还想道德绑架我跟着他受苦受难？就是同为女人，你愿意把自己嫁给一个一无用处还被人嘲笑的家族弃子吗？你这么自私的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可是，妈，别说了，这婚我毁。妈，别说了，这婚我毁。好，可是你说的，别再耍赖。你说什么？我耍赖？你可知道，这辈子我愿娶你。哦不，我愿意多跟你说一句话，都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吹这种让人笑话的牛？就你这条件，这辈子不打光棍就不错了，还在自以为是呢。就是，你还以为自己背靠唐家呢？醒醒吧，你已经被唐家驱逐，什么都不是了。只有二少才与我们瑶瑶相配，郎才女貌。赶紧帮忙拿悔婚书过来吧，我亲自去写。喂，瑶瑶，喂，亲家母，不能这样啊！两个孩子婚约几年，今天婚礼马上就修成正果啊！是的，瑶瑶他妈，你再想想，小龙人挺好。够了，别再祈求了。我是不可能把我女儿嫁给一个让人笑话的弃子的。就是，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求什么？继续硬气啊！来吧，悔婚书已经写好，我云瑶今日公开宣布与唐龙悔婚。签字吧，签完就去打你的光棍。谁说他会打光棍？
南省首富千金宋金雪向唐龙唐公子求婚。我云瑶今日公开宣布与唐龙悔婚。南省首富千金宋金雪向唐龙唐公子求婚。什么？南省首富千金？哇，好漂亮啊！发生什么事了？有大瓜吗？南省首富千金宋金雪向唐龙唐公子求婚，这是我的户口本，只要唐公子愿意，马上就可以扯证。谢谢你的好意，但我选择拒绝。唐龙，儿子，你怎么拒绝呀？这天大的好事儿啊！就是，这云家刚好回你的婚，你正好接着婚礼呀，大侄子。我与宋小姐曾有一段美好的爱情，但后来不大美好，所以我并不想回头。那是我的错，是我对那段感情不够坚定，但转眼我就后悔了。后来我一直想回头，今得知云家对你有二心，所以才鼓起勇气前来，还希望唐公子能答应。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我知道，但今天来，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你的谅解。你若不答应，我便跪这儿不起来。够了，你们演戏演上瘾了是吧？南省首富千金看上了一个家族气少，还跪求嫁给气少，然后还被气少拒婚。你们真当我们所有人都是傻子吗？就是，不知道哪儿请来的演员。保安呢？把这些小吵给我赶出去！就是，不知道哪儿请来的演员。保安呢？把这些小吵给我赶出去！保安呢？保安！谁敢动？谁敢动？岂有此理！你们冒充首富千金，还胆敢行凶！这种贱人，直接报警抓走吧！你说谁贱人？说你啊！怎么了？你觉得不服吗？你自己贱，还敢说别人？你个贱人，敢打我，想死是不是？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是谁想死吧。你们自己看，云家小姐与唐龙婚约期间和唐虎勾搭成奸。并且密谋悔婚，让你们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贱人。看见了自己什么嘴脸吗？还有脸骂人？我就骂你怎么了？我就跟二少在一起怎么了？他唐龙一个开药铺的小郎中，本来就跟我不配，我不要他怎么了？瑶瑶就是我的女人，我们有一腿又怎么了？今天的婚礼本来就是为我和她准备的，你不服气？唐龙，你说吧，想怎么惩罚他们，我帮你。瑶瑶就是我的女人，我们有一腿又怎么了？唐龙，你说吧，想怎么惩罚他们，我帮你。不用你操心，我自己能解决的。你解决，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家族弃子能怎么解决。别和他废话，直接赶走吧。还是让我来赶吧。薛会长来了，你完了！薛会长，唐院长说谁侮辱岐黄圣人？就是他，我的气少哥哥，开了家玄无药铺。岂有此理！开着一家小药铺就敢侮辱岐黄圣人！我现在就着手将你从医学界除名。就凭你？怎么，我堂堂医学会会长要除名你一个小郎中，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
你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你又是哪根葱？他自称南省首富千金，来向我这气少小郎中求婚。哈哈哈哈！世界如此疯狂的吗？立刻出示封杀令，封杀玄狐药铺和唐龙。是。你们敢？不要你管，我亲自陪他们玩。唐龙，我知道你恨我，但无论如何，今天在这里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宋小姐，你搞错了，和当初你忽视我一样，我远非你们以为的平凡。今天这里只有我才站在食物链顶端，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宋小姐，你搞错了，和当初你忽视我一样，我远非你们以为的平凡。今天这里只有我才站在食物链顶端，哈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都要被封杀了，药铺都要关门了，还在吹牛。仅以医学会之令，封杀玄狐药铺和主人，即日关门。法人唐龙接令。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也敢封杀我？岂有此理！竟敢反抗司令！立刻传医学执法队进来，即刻将其绳之以法。是。这里有人违反医学法令，立刻进来抓捕。小子，你死定了！我的气少哥哥，你死定了！我的前未婚夫，你死定了！唐家的败类，你死定了！哎呀，儿子，这下怎么办？事情闹大了啊！赶紧服个软吧！别想了，他一味作死，谁也救不了他。今日，他必死。谁违背医学令？谁？在这里，这里！立刻跪下伏法！立刻跪下伏法！你们敢！说了不要你管。可他们现在就要抓你，你以为就凭他们抓得了我？让开吧，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了。来吧，那些参加我婚礼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下吧。是，唐先生。怎么，我的气少哥哥，你是打算让一群泥腿子来帮你吗？就是，一群宴会只能坐角落的人，你指望他们今天保得了你？他们保不保得了我，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今天这里招惹我的所有人都将不幸。还在硬装呢！家族遗弃，新娘背叛，药铺被封，还有谁比你更不幸？唐先生有什么吩咐？云海这个什么医学会说要封杀我，你们怎么看？什么？他们敢封杀唐先生，我立马报告国主，把他们都毙了！不要那么麻烦，我一个电话给金融中心，直接断了他们财路。我让整个娱乐圈造势，将他们的丑行罪行公布到人尽皆知。我打电话给商会，禁止全商界与他们合作。我一支穿云箭，号召整个武林，全球追杀他们。我一支穿云箭，号召整个武林，全球追杀他们。我真是笑死了，还真是一群好演员啊！我的气少哥哥，你这么不要脸的吗？居然找一群泥腿子来冒充各行各业的大佬，金融大佬、娱乐大佬、商界大佬、武林大佬，还有人可以直接报告国主，你怎么不上天？真是丢人都能丢到国外了，他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幸好我跟他悔婚了，不然我都跟着没脸见人了。难怪唐院长，你们要将他逐出唐家，让我下令将其封杀。果然是个疯子啊！先前我就在说，云唐两大家族的婚礼，他竟然请这么多泥水工来，真是丢人。他现在倒好，让这些泥水工冒充各行大佬，真是丧心病狂。幸好将他逐出家门了，不然唐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但现在是你和云瑶的婚礼现场，这些人丢的还是我们唐家的脸。赶紧把这些泥马工都给我赶出去！对，都赶出去！谁敢动了试试？谁敢动了试试？
一群井底之蛙也配赶我们？谁来赶了？试试！唐先生让我们低调，怕吓着你们。没想你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非要逼我们显露身份。就是，唐先生脾气也太好了，他是多么杰出的人物啊！竟然受你们这群土鸡瓦狗的窝囊气，换我大耳瓜子早把你们脸扇肿了。够了，哪里来的小丑，还装上了是吧？是不是衣服上印什么字儿就是什么身份？那我在衣服上印一个地球酋长，是不是整个地球都归我管了？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也不想想咱们这云海是什么小地方，什么领域的教父会来咱们这种小地方，而且一来就是这么多。领域教父可都是世界顶级人物，比总督都有威望的人物，居然来咱们家吃席，还真是给咱们家长脸。我真是被唐龙这废物气死了！我贵宾云集的婚礼，他竟然请这么多骗吃骗喝的骗子来充门面，真是家门不幸。还好我已将他逐出唐门。各位宾客见证，唐龙已非我唐门子民，今日他所做之事与我唐门无关。那就赶紧把他赶走吧，别这里扫大家的兴了。说的是。来人，把唐龙和他的一众骗子朋友全给我赶走！谁敢动？你想干什么？我说了，唐龙是我喜欢的人，无论他的朋友是真是假，什么身份，都受我保护。谁对他不敬，便是与我为敌。怎么，你还真当自己是首富千金了是吧？怎么，你还在怀疑我的身份吗？我不怀疑你，我把你送去治安所，看看你嘴有多硬。来人，给我把这女的抓起来！世界银行宋清瑶行长到。什么？世界银行行长是首富宋家2000金啊！我在电视上见过，真的是他，跟明星一样啊！二姐，你来了，你的事儿我自然不敢怠慢，把卡拿出来。给，谢谢二姐。唐龙，这是我姐从世界银行专门定制的至尊黑卡，在全世界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拥有。我姐破例开了一张，今天我以这价值万亿黑卡代表我的求婚，希望你能答应。什么？世界银行至尊黑卡？那可是无价之卡啊！难道他真是宋首富千金？没错。唐龙，这可是我妹妹的一片真情，你赶紧答应吧。只要你答应了，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妈和大姐，邀请整个首富宋家的人脉来祝贺你们的婚礼。唐龙，这可是我妹妹的一片真情，你赶紧答应吧。只要你答应了，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妈和大姐，邀请整个首富宋家的人脉来祝贺你们的婚礼。这个很贵重吗？当然，这可是世界银行的顶级贵宾卡，全球顶级身份的象征。除了大国元首之外，就只有各领域的教父才配拥有。我身为行长，也只有赠送1张卡的权限。看这土包子，居然连至尊黑卡都不知道，真是悲哀。就是，别说见了，他居然连听都没听说过。蝼蚁有他这么可怜吗？世界银行至尊黑卡，你看我这是吗？这什么？他居然也有1张？怎么可能？他哪来的至尊黑卡？他怎么可能有？假的吧？跟名牌联包一样 ，A 货多的是。对，肯定是假货，伪造的。这货真是虚伪到令人发指啊！连至尊黑卡都伪造。就是，他连伪造的卡刷不出钱来都不知道吗？不，这不是伪造的，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有真的至尊黑卡？就是，他不顾我们唐家气彩，一个开药铺的小郎中，存款不够1000，怎么可能有至尊黑卡？这张卡上有金印编号016号，意味着是有世界银行以来第16个拿到此卡的杰出或伟大人物。你们不信，我可以给你们查一查。你查一下这张卡的主人身份。是。请帮忙查询至尊黑卡16号卡主人身份。请帮忙查询至尊黑卡16号卡主人身份。您好，为您查询到的16号至尊黑卡主人乃是普通人，
普通人先生乃是2008年度被全球网民评为世界影响力人物，因此世界银行决定将第16张至尊黑卡拨给神秘的普通人先生。他戴着一张神秘面具，攻克了人类免疫医学难题，能治疗世间绝症，行走世界各地，济世救人，却从不图回报，如神仙降世，令全球功勋人物都为之膜拜。因此，世界银行决定将第16张至尊黑卡颁给神秘的普通人先生。什么？普通人？你就是那位全球最强大、最神秘的普通人？不会吧，你竟然就是那位全世界传说的神一般的普通人？可以再次问一下你妈，我是否配得上你首富宋家的身份门面？对不起，那时是我妈的执迷。现在，不管你是有今天的身份，还是家族弃子，我妈都会同意的。是的，若妈不同意，我们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想必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诚意。只是，你真的是那位轰动全球的医中之神吗？不可能，不可能！他不过一个小郎中，只能开着一家小药铺度日，他怎么可能是那位神一样的人物？爷爷，你说呢？是的，唐龙乃我唐家子弟，因为一直没有出息，还喜欢吹牛自大，被人笑话，因此才将其逐出唐家。他绝不可能是那位传说中的医中圣人。对，我与他本有婚约，也是怒其不争才与其解约。他怎么可能是那位神？没错。唐龙，你自己说，你是哪来的这张黑卡？我与他本有婚约，也是怒其不争才与其解约。唐龙，你自己说，你是哪来的这张黑卡？对，卡是真的，但不是他的，他肯定是捡的，也可能是偷的。对，他一个说大话的疯子，不可能有黑卡，更不可能是那位神。他刚才还让这一群泥腿子冒充各领域教父呢，真是笑死人了。你们还真是一群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井底之蛙。今日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人的真正身份。王婆婆、张老、陈老、武圣，把你们的黑卡都拿出来，让他们见见世面吧。是，唐先生。什么？这么多至尊黑卡？假的，肯定是假的了！怎么可能这么多至尊黑卡？就是，一看就是批量生产的，肯定是假货。是真是假，可以验。都有金印编号，看起来不像假的。你自己都说了，至尊黑卡是杰出和伟大的人物才配拥有，拥有者屈指可数，全球都难找到几个。怎么这一个香旮旯子里有这么多？稍微有点智商都知道，这不可能。你赶紧验吧，我敢拿命赌这些是假的。就是，至尊黑卡这种稀罕玩意儿，一辈子都难得见到，怎么可能一下子这么多？必须是假的！赶紧验验看。您好，为你查询到的20号至尊黑卡主人乃是全球物理学泰斗吴长山。为你查询到的25号至尊黑卡主人乃全球娱乐教父王九婆婆。为你查询到的27号至尊黑卡主人乃是全球金融教父。为你查询到的30号至尊黑卡主人是战神教父。31号至尊黑卡主人是武道教父。为你查询到的30号至尊黑卡主人是战神教父，31号至尊黑卡主人是武道教父。怎么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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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真的吗？难道我们真的错了吗？唐龙，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那位传说中济世救人的神话？这些前辈都是各领域的教父泰斗？我知道没人能信，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让你们好好看看真假了。天地浩荡，传说过来，我是普通人，也是神。对，就是他，我见过那位自称普通人的神。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医学药门中的神，百病能治的医中圣人。真的是他吗？真的是他吗？儿子，你真的是那位大人物吗？我看就是。我们小龙从小就诚实，不会撒谎。是的，妈，姑姑，我说了，我不会让你们操心。
我会保护好你们，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今天我会让你们以我为荣，我也会做一些事情来证实我的身份。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们都看好了，接下来我要真正的让你们知道我是谁。今天我会让你们以我为荣。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们都看好了，接下来我要真正的让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不是觉得我不争气，给唐家丢脸吗？我先送你第一份厚礼，立刻股市锁定云海，唐氏医药全部清仓。你想干什么？说了，送你一份厚礼，等着签收吧。你弄什么玄虚？别以为你有点来头我就怕你。就是，就算你是那神秘普通人又怎样？我们不生病又不求你。就是，我自己就有一家医院，你炫耀谁啊？我不炫耀谁，你们等着就知道了。喂，什么？唐氏股票跌停，资金全部被清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到底做了什么？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吗？那就让我慢慢告诉你吧。10岁那年，我爸为了唐家抵抗外敌，身受重伤。临死前，他跟我说：“男人一生为国为家，抛头颅洒热血，视为荣耀，让我不必为了他的死悲伤，因为他为家族而死。让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带领家族走向辉煌。”所以，在我有能力后，为唐家专门准备了一个基金，叫做荣耀基金。所以，在我有能力后，为唐家专门准备了一个基金，叫做荣耀基金，专门帮助唐家崛起。哪怕是对我并不友好的唐虎，我也念着是一家人，帮他的医院在股市风生水起，一步一步的做成了云海第一。没想到我念了亲情，你们当我是狗，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只需要一个电话，让支撑唐家的这支基金全撤，整个唐家都会如大厦倾塌。现在你明白了吗？什么？是你用基金在背后支撑我们唐家？不可能，不可能！你天资愚钝，父亲早死，与母亲相依为命，家族不待见，孤军奋战，你有什么本事做到这么成功？为什么？这还得感谢我们的首富千金宋小姐。感谢我？为什么？你忘记了吗？你我相爱时，我很平凡，因为你体弱多病，我不想看着你难受，于是发誓要攻克世界医学难题，治好你的命。虽然我天生药物过敏，被家族抱弃，但看见你难受的那个时候，激起了我内心深处最强大的保护欲。我没日没夜地沉浸在刺鼻的药堆里研究。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攻克了人类医学最大的难题，我成了可以将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神。但是没有拉住你离开的脚步，没有改变得了你母亲的门第之见。一个男人可以为了挚爱的女人变得无限强大，也会因为失去一个挚爱的女人变得更加强大。从那之后，我放下情爱，醉心医学，终于成神，只不过是用了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痛苦所换来。对不起，是我当时太软弱。都成过去，不用再说了。接下来，我要送唐家第二份大礼。你还要干什么？你还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把我给唐家的都收回来而已。传我命令，从今日起，药材供应全部切断和唐家的合作。什么？药材供应切断和唐家的合作？这不行啊！我唐氏以药业和医院立足，若没了药材供应，我们怎么活？
爷爷，你别被他吓。我们药材供应商上百家，他以为他是谁？他有什么能力切断我们的药材供应？对，绝不可能。不可能？你们以为不可能，只是你们的认知有限，不代表我做不到。3秒钟，你们就会收到消息。1、2、3。什么？虎子，怎么了？真的，我们所有的药材供应都停了，医院已经停止运转。这么狠，那怎么办？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83家药材集团创始人。是我为了帮你，才帮你安排了上货渠道，让你开启了医院。结果你瞧不起我，只是个开小药铺的郎中。怎么会？我们都做了什么？是小龙一直扶持唐家，我们居然还骂他废物，还驱逐他。赶紧给小龙道歉吧！小龙，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你就原谅一下他们，赶紧恢复我们唐家的股票和药材供应吧！不可能！赶紧恢复我们唐家的股票和药材供应吧！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今日这里，除了我大姑一直记着我爸的好，一直维护我，我要让他们一家终生富贵，其余唐家人只能流落街头，被债主追杀，永世不得安生。别呀，我的好孙子，是爷爷错了，你才是我最好的孙子。我现在就决定让你当唐家继承人，我把唐家都交到你手里。你以为我在乎区区一个唐家继承人？你不是和虎子比赛竞争吗？我争，只是想让我妈觉得欣慰，让她觉得我争气。我自己压根就不在乎，懂吗？我知道你不在乎，可是爷爷觉得你能让唐家辉煌，这个继承人非你莫属，你就原谅爷爷一次，当了这继承人吧。这世上有人称我为教父，有人叫我龙门之主，有人喊我玄壶高人，有人叫我一中圣王，有人称我为神，有人叫我麒麟至尊，天下王者名，归我一人身。无论是医王、医神、医魔、医圣，见我都称尊。你觉得我会稀罕这唐门继承人？别想了，唐门至此落幕，你我再不相关。爷爷，爸，老大，小龙记你的情，你帮忙求求情，唐家不能完啊！小龙，要不，小龙，要不，姑姑，你的人情我会记得，但是唐家承受不起，让他们流落街头去吧。对，都那么对我们家唐龙了，还怂恿我们瑶瑶悔婚嫁给唐虎，真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哎呀，我的好女婿，你是真有出息，藏得深啊！当你的丈母娘，我都跟着沾光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别耽误了良辰吉日。你和瑶瑶赶紧把婚礼举行了吧。瑶瑶，赶紧的，和小龙把婚礼举行了。我太喜欢这女婿了。我觉得行。唐龙，你觉得呢？我觉得你滚！你什么？你不服气吗？你是不记得自己刚才那副丑陋的嘴脸了？我跟你很熟，还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也是被唐虎蛊惑，那整个唐家都排挤你，怪我吗？少在这里假惺惺了。宋小姐的视频还在呢，要打开再看看你丑陋的嘴脸吗？哎呀，唐龙啊，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怎么说也是好几年的感情了，我看你滚，赶紧滚！亲家，你看帮忙劝劝。我劝你滚！你什么你？你和你女儿刚才是怎么嫌弃我儿子的？你忘了吗？现在知道我儿子有出息了，又想来巴结，哪儿那么好的事儿？就是，还要脸吗？立刻给我把这对母女和他们家的宾客全给我赶走！立刻给我把这对母女和他们家的宾客全给我赶走！保安呢？来，赶人！赶紧滚！还有你们，
今天这里是我的婚礼，我不欢迎你们，都自己滚！唐龙，你不要没良心，我们可是你的长辈。你打我！你不说是我长辈还好，说到是我长辈就让我有气。在我弱时，你们连打带踩，连我妈都跟着被你们欺负。你有脸说是我长辈？有哪个长辈会嘲笑、羞辱和欺负后辈吗？有哪个长辈看见后辈弱了就当狗一样驱赶？赶紧给我滚！惹火了我让你整个唐家叶落归根之地都没有。保安，赶人，赶紧走走！终于不用再看到这些令人恶心的人了。大姑，你说吧，你有什么愿望，侄儿都帮你实现。大姑没什么愿望，能看见你这么有出息，大姑就很欣慰了。你爸在九泉之下肯定也很高兴。那行，以后就让姑父和表哥表姐的搬来和我妈一起住吧。我给你们买个大别墅，然后给你们一人开一个公司，让你们都幸福快乐，事业有成。这么好吗？谢谢大侄子。可以了，皆大欢喜。妈，我们回家吧。唐龙，还有事吗？还有事吗？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怎么原谅？你还记得当时我来找你，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你走了，我的世界都黑暗了。我想你能回来，你怎么说的？你说对不起，你还是得听你妈的。你应该不会知道，那一句话在我心里留下的伤口。就算我的世界没你会死，你仍然选择了让我死。没有，那时我也心痛，我也难过，我只是没有勇气对抗我妈。曾经你没有勇气，如今我也不需要你有勇气。唐龙，能听我说两句吗？你说。你明明爱过我妹妹，还爱得那么深。如今我们全家都支持她和你一起，你又何必为了当初的一点误会耿耿于怀呢？你说什么？为了当初的一点误会耿耿于怀？你们没有经历过感情伤害的人，总是把背叛说得如此云淡风轻的吗？你试试在自己的手上划一道口子，如果他还能愈合如初，那我就选择和他在一起。但是你能吗？这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所有的伤害和痛苦都一样。而且你大概不知道，从那之后，我对女人、对感情都不感兴趣了。我和云瑶结婚，纯属是希望我妈高兴，所以她的背叛，我根本不以为然。果然，不在乎别人后，就不可能被人伤透。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现在真的明白了，爱一个人就应该勇敢，就应该全力以赴。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对不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离开你后的这几年，我醉心于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为龙门之主，成为玄壶高人，成为一中圣王，成为麒麟至尊，甚至成为神。每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号，你知道有多少大家闺秀、名门千金求嫁为荣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还是选了云瑶吗？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把感情拿来和地位衡量。虽然我心早已冰冷，虽然我也并不爱她，但我觉得，她若喜欢我，信任我，便是我的责任。只是没想到，她也只是个鼠目寸光的女人，终究没有这个命。你也一样，没有眼光，也没有拥有我的命。唐龙，你不能这么说，我妹妹可是在不知你身份时选择的回头，可见她对你是真心的，她想挽回你，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如果不是因为在玄湖村我救了她的命，她会来找我吗？几年了，她来找过我吗？当初我为她忍受药味，苦心研究，她没有看到这个男人终有一天会出息，而走得那么决绝。是的，唐先生为情所伤，早已超凡脱俗，这廉价的感情是不可能困得住他的。你们姐妹还是放弃吧。没错，唐先生悬壶济世，一腔赤诚早已给了众生，又岂会耽搁于儿女情长？妈，大姑，我们走吧。